为着要来降低新冠病毒伫咧校园来感染，台北市立的国中甲国小的校园，这个室内室外拢无爱开放咯。 之前有强苗条件，到台中的国中，只有带一个将近100外的人厝伫涂骹困，大家拢困伫同一个空间，担心疫情会有扩散的问题。乡客离开了后，马上请人消毒摒扫环境，涂骹喷药啊，也阁有用漂白水切铁门便扫，所有可能接触的所在拢唔敢待意。就算有摒扫消毒啊，校园空间开放外少，也是存在一定的风险。 台北市教育局就表示，为了强化校园防疫安全，也有降低学生感染的风险，对3月23开始，国中、国小校园拜1到拜5，室内室外一律全面暂停开放。 室内空间暂停开放。那现在我们就决定说，国中跟国小的户外的场地也暂停开放，普遍是7点以后开放这个区段会暂停。那连同早上5点半到普遍是到7点这个开放时段也会暂停。亲像是运动场、大礼堂等等的空间，若是对外开放使用，考虑到无法度掌握到使用对象的旅游史、接触史，台北市教育局才会决定暂停开放。 但是周休2天，拜六甲礼拜会维持校园户外场地开放，卖请学校加强环境的清洁消毒。另外，台北市文山区活动中心考虑疫情，目前是暂停造照，一直到6月底，减少密闭的空间，也有群聚感染，希望降低疫情扩散的可能。